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校园，为什么学生囡仔会当早倒啊去学校呢？伫咧新北市呢，有一间高中的国中部，惊中昼发生学生吊伤流血意外，有一个国中3年仔的查甫学生和另外一个查甫同学起冲突，说互对方举刀啊出来攻击，去挥着颔棍，还佫轻砍，当场是流血流至血流袂停。送病院进前呢，已经是无喘气心跳，目前等咧阿东病院急救。学校表示讲，这2个人是无熟识也无恩怨，真有可能是发生口角所引起的冲突。目前警方也把这举刀的学生带入去调查。新北市一间学校2号发生学生囡仔提米钢刀啊攻击的流血冲突，受伤是一个15岁国3查甫学生，和另外一个同学提米钢刀啊划着颔棍甲轻砍，学校赶紧甲送医急救。因为口角冲突的关系，导致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那学校知道之后，马上把这个学生紧急送医，然后后续做通报的动作。代志发生第2号中昼用餐时间结束，一个女学生要入去伤者班级找朋友，和男学生伊毋是家己的班拒绝，佫赶出教室。女学生找另外一个查甫学生囡仔来理论，双方伫教室外口扭扭勒勒。查甫学生囡仔耍雄雄提出米钢刀啊攻击，致使伤者的胸坎颔棍受伤，大量失血，失去喘气心跳，紧急送到阿东病院急救。可能是误入到班级，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冲突的动作产生。老师可能有在附近，但可能没有想到冲突这么快发生。对，也许这个部分对，可能是像这个样子啊。不过这个部分是还要再理清。受伤学生囡仔目前装叶克膜抢救，学校表示第一时间有通知家长，伤者的导师甲校长完了陪伊送医。根据了解，2个查甫同学伫教室外口冤家，意外发生了伤紧，教室内的老师未负阻止，2个查甫学生无熟识，嘛无冤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初步了解是突发事件，学校第一时间完成通报。学生的一个偶发冲突事件，那是美工刀造成的意外伤害。那校方在当下就立即陪同就医，目前正由教育局跟学校积极来协助处理当中。觉得非常的遗憾我想我会请国教署跟新北市教育局尽快对这样的案情做一个了解那也来做后续的一些必要的协助跟加强在这方面的一个防护。那是举刀攻击人的查甫学生囡仔，互警方带回土城分局侦办，了解伤人的原因。学校原来会针对这个事件赶紧查获清楚，并提供相关学生囡仔积极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